讲到最近地皮热，央行总裁尤金龙表示，目前市场有3项警讯：第一是厝价起了收悬，再来是银行发当中，不管是对企业也是主体贷款放款的比例拢收悬。那针对这个问题，央行打算伫后礼拜理监事会来讨论。 新青安房贷推出了后，互国内的房市买气持续升悬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今年4月全台湾房屋移转动年增48.92%，累计今年前4个月年增率是31.57%。面对国内房市真热，也引起各界的关心。央行后礼拜四的理监事会议，敢会阁提新一波选择性信用管制？不排除来调降高总价的住宅门槛。 会不会？数据来看的话，确实就是说，第一个，我们的房价居高不下，集中比例还是居高。那针对这个问题呢，我们每次都会讨论。价量齐扬的结果就是我们总体信用管制失效啊。事实上，选择信用管制是有效的，有效，是有效。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，更严重。对不对？这是其中之一。 随上为2020年12月以来，央行已经5届调整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。杨金龙也坦白承认，为数据来看，确实发现房市3个警讯，包括厝价一直增悬、银行法72之2条、商业银行伫办理主体建筑也甲企业建筑放款的总额，袂使超过放款的时阵所收存款总有额也甲金融债券发售额30%。 以及银行不动产贷款占总放款的比率，这拢有淡薄仔悬。若是台湾消费者物价起价比率 CPI 连续3年突破2%的通货膨胀警戒线，是不是成为新的形态？杨金龙认为，通货膨胀已经有缓和的迹象。CPI 2稳定稍微的扩张，这是很合理的事情。是没有错。以前的那个错边5角跟现在的错边100块、200块。 它的里面的那个东西啊，这比以前好得多。物价虽然上涨了，但是呢，它的品质啊也提升。 目前，主计总处调悬今年经济成长率到3.94%。杨金龙是讲，央行甲主计总处的计算差是伫头一季的数据，若是全年重新搁计算，全年经济成长率比央行前一届预测差不多会调悬到3.5%，显示经济恢复的力度虽然毋是真强，不过整体也是呈现向顶悬恢复的趋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